继续来到新北市的瑞丰，到这个晚到11点为止，累积的雨量已经超过325毫米，是全台湾这个雨落上多所在。啊，瑞丰高港的后壁，瑞丰街滨高道的附近发生着土石流，这个土石甲路塌起来，双向的车路拢未通。大量的土石甲树瓦为山壁绑落来，直接挡伫道路。山道至风台，要行哪唔行？全台湾各地拢是透风大雨。今日早起大概6点左右，新北市瑞丰区瑞丰街滨高道附近都发生着土石流，黄土水甲倒起的树瓦将瑞丰街塌掉咧，也累着插伫边的轿车。现在这个双向是进行双向封闭的，这边呢是从基隆要往瑞芳的路段，也是新北市瑞芳人他们最主要要前往市区的路段之一。工作人员是赶来摒扫，希望一旦量窄后道路恢复正常的通行。好大雨除了引发着土石流，也造成真侪条道路严重淹水。未付消透的雨水一直溢起来道路，因为水量太大，我们那个排水没有办法负荷，所以它水就会一直涌出来。而且平常我们都是有在清水沟的，所以它的水沟的状况是好的，它下来的状况是好的，但是就是因为排水量太大，它没有办法负荷。有一间拍过的工作室也受灾，虽然大家赶紧拿茶棒甲沙包来挡水，不过永远无法度阻挡水淹入厝内。气象署统计，一直到今仔日早起11点，山道至伫瑞丰累积的雨量超过至少300米，是全台湾上悬。伫风台离开进前，大家拢唔敢放松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